申命记的11章13到14节，我来公布神的话。你们若留心听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我必按时降下雨水在你们的地上，就是秋雨春雨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、新酒和新的油。阿们。好，今日上这首歌好好献给我们的主。赐下主的